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係星期三，5月20號，2026年。咁點解我突然間想用廣東話嚟拍片集呢？係因為呢幾個禮拜我同自己講，我真係要多啲去練習我個廣東話，因為除咗即係有時打電話俾媽咪爹哋傾兩句啊，我都係真係好少用廣東話。咁我而家越嚟越大啦，我就覺得其實我係中國人先，美國人係第二，所以我應該要拿住即係我個語言。我細個嗰陣時咧，我其實普通話係我第一個語言嚟㗎。直到我讀 preschool 嗰陣時，讀咗1年就開始識聽識講英文。咁樣有個妹妹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就喺屋企同妹妹啊姐姐，我哋一齊兩個就係講英文。同媽咪爹哋咧，仍然係講返中文。所以我覺得自己都即係講我個廣東話講得咁樣，又唔係話十分流利，係咪？但係講咧都係 OK 啦。都好感謝我個父母。點解咧？因為阿媽咪係唔識講英文嘅，爹哋識講英文，所以同媽咪爹哋傾偈咧，大部分都係講返普通話。尤其是媽咪，我哋細個嗰陣時，成日都跟媽咪去個鋪頭去看鋪。放咗學咧，媽咪就揸返我哋去個鋪頭嗰度個公司，一邊做完功課咧就睇連續劇，睇 TVB 以前嗰啲連續劇。所以我諗咧，因為係以前咁樣成日跟住媽咪爹哋啊講廣東話啊，睇 TVB 啊，就變得有今日可以咁樣去講廣東話。但係咧，我個又唔係話真係缺點，但係個弱點，廣東話個弱點咧係我唔識得去表達自己個心態啊、思想啊、內心嗰啲感覺，或者我啲即係深一層嗰啲emotion 又唔識講啦而家。但係如果if I look it up，that's okay。但係深一層嗰啲感覺啊，嗰啲 feeling 啊，就講得唔出口，所以變啦。有時同媽咪爹哋傾偈咧，傾到某一個地方就講唔到，因為我冇嗰種字眼去表達自己。所以我個目標學返廣東話係可以提高我自己個水平，可以講嘢咧，仲即係地道啲。同埋第時咧，我個夢想下，如果我有細路仔、細蚊仔，我都可以教埋佢講廣東話。嗱，呢樣咧，我諗係因為媽咪爹哋個影響咧，特別係爹哋，因為爹哋好鍾意去學歷史啊，去學好多有學歷知識嗰啲嘢。咁佢就同我講，其實廣東話唐詩咧係應該用廣東話嚟讀嘅。好多以前嗰啲點講啊？啲文書係咪叫文書？But the literature, the arts 係應該用廣東話講嘅。咁廣東話其實呢種語言咧係好有節拍，
好有爹哋嚟形容廣東話好似一支歌咁，你講廣東話，因為我哋有6種音調係咪 ？and then 9種唔知咩嘢啦 ，OK？ 但係國語係冇嘅，所以雖然好多人而家話廣東話係已經係呢個語言係死緊㗎啦，咁我咧就覺得咁有廣東話咁有美味，咁有歷史，我都想去保存呢個語言。咁我第時我死咗我都冇得傾啦，係咪？但係我生命即係我一日在生，我一日都想去去保持呢個語言。咁我都知道自己 ABC 係咪？所以講嘢係會有一格一格噶啦。咁我今日第一次個影片去記錄自己個現在個水平。我就諗住有可能我冇保證，唔係保證，我唔會promise， 我唔會 promise 我會咁樣做，但係我都諗過，不如我第時我嗰啲未片集like the ones the videos 我未整好嗰啲咧，有可能我用中文嚟講嚟分享去，所以即係俾個機會自己用中文用廣東話嚟分享自己啲經歷同埋 like experiences and like the fun things that I've done。所以講住咁多先啦，因為今日我真係冇乜去準備想講咩題目，但係我就覺得不如今日錄下音，睇下我啲廣東話講到如何啊。OK， 咁講完廣東話就而家我就講我普通話嘅點講啊？My progress in Mandarin 都過咗1-2個月啦，1-2個月我就每個禮拜上兩堂普通話課，每次咧就差唔多80分鐘、90分鐘咁啦，所以一個禮拜有3個鐘，差唔多3個鐘，因為一堂係有時80分鐘，有時90分鐘。咁又學到邊度咧？現在我開始講普通話，好不好？我的先生是在中國本地人，他用 HSK 嚟教我。我們剛剛學完 HSK3，還有我考了 HSK3的的測試，老師給我他們的練習複習的測試，所以我不是真的去考試，可是他給我5個 practice exam，我做得挺好，做得很好，所以老師說 OK， 你可以提高了，可以現在開始學 HSK4 OK， 所以我普通話我最難的地方就是表達自己的如果我回答問題的時候
还有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我自己的idea，或者是心内的感受。我现在比较难，因为我的上词还没够。但是如果是平常的东西，例如说，我要看电视，对不对？或者今天我要去工作，工作很难，我很累，全部其实我讲得通的，但是如果更复杂的目题，现在我讲不出口，所以我会继续学普通话。HSK4我很怎么说高兴不是我很 excited， 因为 HSK3呢，HSK3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，但是我在想，如果我不是已经讲广东话，我觉得如果你是新的什么说 like you don't know Chinese and you're just learning Chinese for the first time with没有背景的 no background 没有背景的是背景的北京 anyway， 所以我的音调还没搞得清楚。如果你是新来的学生，中文是你是从开头来说，我觉得真的很难，我觉得真的很难，所以我真的佩服那种人可以学一个新的语言 and it to be Chinese Chinese Mandarin anyway so 普通话我听的很多，我的老师讲的话，我说的什么，我可以90%听得懂，所以我都对自己觉得OK 呀，我的进步的速度。我进步的速度我都比较满意，但是我真的想讲的多好一些 ，because it really bothers me to hear my bad pronunciation. OK，还有什么呢？我会继续复习我的普通话，然后有时间的日子，我会再让大家分享我的普通话的水平，还有我的广东话的水平。希望我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讲的如果不是讲本地人，不是讲 native， 都讲的算一点，还有多一些词，还有语言的mastery。OK，
今天就是這樣了，就講到現在都有15分鐘。OK，謝謝大家，下次再見，下次再見，下次再傾多啲啦，拜拜。